2024年好多謝大家同我一齊癲，一齊發夢，要成為 AI 第一。而我依家可以好驕傲咁同大家講，我哋真係做到。如果可以年輕有為，又何必大器晚成呢？你唔需要好厲害先開始，你會開始咗先知道自己厲害。放棄好舒服，但堅持有型啲。做好每一個細節，呢個係我成功嘅原因。1年半嘅時間，由4個人變成40個人，令29歲嘅我成為友邦最年輕嘅區域總監。多謝你哋，我期望同你哋創造更加多嘅紀錄。多謝自己選擇咗合適嘅跑道，成為我想成為嘅自己。2024，我想多謝我自己，因為夠爭氣。對自己、對客戶、Alpha 兌現承諾。